今集同大家一齊遊海花島。究竟呢個奇幻嘅島嶼值得去嗎？原來好多朋友都唔知道海花島喺邊度㗎。這次就讓我用20分鐘帶大家雲遊一下海花島啦，睇下呢一個充滿話題嘅度假島嶼。從海口直奔海花島希爾頓酒店，大約2小時車程，3人車，人均消費係港幣93蚊。進島後左手邊就係星塔。首先睇下我哋間房先，豪華大床房，48個平方米，巨大嘅臥室加一個獨立嘅衛生間，床墊軟硬適中，港幣775蚊一晚，人均消費係388蚊。設備非常齊全，仲有電冰箱添。睇埋佢嘅戶外游泳池。仲有健身室，瑜伽房，中午我哋嚟到風情飲食街揾食。呢一餐我哋除咗飲茶，仲有啫煲，但係因為忙住食嘅關係，忘記咗拍片俾大家睇。餐後我哋四圍框框消食，兼且熟習下周圍嘅環境。我哋冇租到電瓶車，結果決定坐小卡車環島遊，人均22蚊港幣。趁住環島遊嘅時間，同大家介紹一下海花島啊！恒大打造嘅文旅巨作，總投資超過1600億人民幣，3座私屬島嶼，形狀似盛開在海中嘅3朵花，故名海花島。
該項目曾經被稱為中國嘅杜拜，但係最終因為資金嘅問題同埋監管壓力而失敗。我哋趁住11月正值海花島嘅秋季，天氣比較涼爽，避開颱風季同埋學校假期，人潮比較少，嚟呢度玩唔使排隊。嚟到雙子沙灘，我哋落地打下卡先。想當年蘇東坡曾經被流放到儋州呢個荒僻嘅地方，如果佢在天有靈，看到今日嘅海花島，你估佢會有乜嘢感想呢？呢一間係室內運動中心，當天氣冷嘅時候，室外游泳池關閉，遊客們就可以嚟呢度游水啦。呢間犀利啦，花瓣形嘅國際會議中心，仲要係超巨大嘅，我哋坐住小卡車都要坐咗好耐先去睇完。終於嚟到島上嘅另外一間酒店——歐寶酒店。到咗晚上，呢度就會好熱鬧啦。今晚我哋返嚟再睇過。返去希爾頓酒店嘅大堂，遊完車河啦，我哋返酒店休息，順便睇下窗外面嘅景色。
晚上嘅8點，我哋出動去欣賞炫彩奪目嘅燈光 show。我發覺好多旅行團過嚟睇完燈光 show 就走啦，完全唔留落嚟消費。假若向旅行社推廣一啲半日遊嘅套餐，例如睇完 show 之後有宵夜食啊，或者自由活動啊，咁遊客覺得嚟呢度唔只係睇一場 show，而係能夠度過一個充實嘅夜晚，自然就有機會讓人流轉化為消費力，改善當地嘅經濟啦。我哋今日嚟到歐寶酒店飲下午茶，進入酒店大堂，抬頭就已經可以睇到好宏偉夢幻嘅穹頂啦。兩份下午茶套餐加飲品，人均消費係港幣36元。有冇覺得呢一個場景好得意呢？我哋嚟到雲兔透明蒙古包音樂餐廳食日落晚餐，既能欣賞到黃昏嘅景色，又可以睇到蒙古包燈光亮起後從白天到夜晚嘅轉變，氛圍感直接拉滿，食物質素都唔錯㗎，讚！今日3位朋友包車去距離海花島個半小時車程嘅南山海上觀音遊覽，人均消費係330蚊。由於多年前我哋都已經去過啦，所以今次就放棄參與佢哋嘅活動。我哋選擇喺酒店休息下，然後四圍逛逛 shopping、拍照打卡。淡季嘅意外彩蛋，偶遇歐寶酒店做特價喎，成就一場閃電之旅，拎包入住。原來最好嘅旅程有時不必精心策劃，而係同一場驚喜不期而遇。今日正式入住歐寶，準備把握呢2日盡情放鬆玩樂。希爾頓酒店嘅房費當然係冇得退款啦，因此我哋今晚其實係豪住歐寶嘅。房間雖然細小，但係俾人一種穿越在童話世界裏面嘅感覺。
去酒店樓下嘅自助餐廳食自助午餐。午餐唔包括在套票裏邊，所以每人自費人均大概係175蚊港幣。熟食、飲品、甜品種類都幾多㗎，主打仲係自助打邊爐添，一人一鍋。餐後我哋坐酒店嘅專車去溫泉區，享受入秋後第一場溫泉，係套票裏邊已經包咗嘅門票啦。以意大利、泰國、日本、土耳其、芬蘭5個國家嘅特色為主題，打造成多個唔同風情嘅溫泉區，佔地有8萬平方米。擁有超過120個特色溫泉池，規模龐大，但可惜目前只有意大利館係對外開放。話咁快到咗第5日，我哋食咗一個套票裏邊包咗嘅自助早餐。就坐小火車出發去海洋樂園啦。今日風好大，亦都好凍，但係呢啲絲毫都冇影響我哋專程嚟睇白鯨嘅熱情。園內設有海洋科普長廊，介紹海洋生態保育知識，適合學生團體嚟參觀。
眼睇到白鯨同喺影片裏邊睇到嘅完全係兩種唔同嘅體驗。又係時候講再見啦。回程嘅時候，小火車經過觀海落日廣場，我哋剛巧仲可以睇埋日落添。海花島博物館群由多個獨立嘅主題博物館組成，但係十分可惜，都因為閉館，我哋未能參觀，只係參觀咗今日唯一一間開放嘅藝術館。海花島上面嘅建築好靚，若果完善開發同埋行銷，人氣絕不會遜於海南其他地區。呢次安排唔多，每日逛一個景點，隨晚風漫步，其實都非常寫意嘅。
行程最後一日嘅午餐椰子雞鍋，人均消費係109蚊港幣。從酒店去海口美蘭國際機場，3人同行，人均95蚊港幣。下一站我哋會直奔鮑汁乳鴿王兩大海濱度假酒店實測，性價比大公開，帶你玩出不一樣的深圳。推薦大家起飛前試下呢個機場嘅海南雞飯，人均56蚊港幣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集見。